你有冇諗過點解晴天同眼睛嘅中文字咁似樣？今日我哋一齊嚟破解呢個中文字謎啦。首先為大家介紹清精靈，佢生得好靚，大家都好中意佢，排住隊想同佢拖手仔啊。有一日，天上嘅太陽哥哥落咗嚟，你睇下佢個肚仔入面只有一條橫線，就好似太陽發出嘅光芒咁。當太陽哥哥同清精靈一拖手，天空即刻放晴，變成咗大好天氣嘅晴字啦。係咪好神奇呢？到咗第二日，有一雙大眼睛行過嚟，佢個肚仔入面有兩條橫線，代表住眼珠同眼白呀。呢雙大眼睛同清精靈拖手之後，就變成咗我哋用嚟睇嘢嘅眼睛啦。大家要分清楚呀。好多同學都會將日同木搞亂，我哋一齊將佢哋拍埋一齊睇下，其實好容易分㗎咋。記住呢個秘訣，太陽只有一條橫線，而眼睛就有兩條橫線，就好似兩條長長嘅眼睫毛咁。以後見到晴同精，只要望下佢哋左邊嘅部首，就唔會再認錯啦。今日學到嘢未呢？